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一条关于恒大的新闻。这个2月28号，就是昨天据报道，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要求香港高等法院澄清禁止令施加在他身上的义务。丁玉梅的律师在听证会上表示，他收到了300多封来自清盘人的信件，要求提供有关他资产的更多信息。律师要求丁玉梅披露义务仅限于必要情况。清盘人的代表辩称，丁玉梅只披露了其全球资产的部分细节，并没有披露通过恒大分派获得的全部资产。中国恒大的清盘人寻求向包括许家印、丁玉梅在内的7名被告收回股息及酬金共计60亿美元。香港和伦敦的法院于去年7月针对丁玉梅的全球资产发出了冻结令。这个新闻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中国恒大不是进入清盘吗？这个清盘人就是债权人，他们组成的，他们现在在追作为中国恒大实际控制人许家印以及他的前妻，甚至他的孩子，他要追这些资产的流向，全部要追回。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你不要想着把钱转到国外，你以为就没事了。这些海外的债权人一定会在全球各个角落翻个底朝天，要把你的财产给找出来，想隐匿财产、隐藏财产，这个有可能做到，但是会带来很大的风险。也就是你的财产，你通过各种手段把钱洗出去，然后在外面眼花缭乱的各种交易，最终你是要把这个钱放到别人的名下，一定是这么操作。如果你放到什么家族基金、家族信托，这都不行。那个俏江南的张兰就是个例子，一样会被击穿呢。你最终只能代持，代持大家也知道这个法律风险，就像是你把你的手表、劳力士搁在别人手上，完了你一再声称这不是你的，完了实际上你又这个手表又是你的，你说这是什么一个尴尬的地位？那别人哪一天如果见财起意，把这手表不还给你，就是他的，你能怎么办？但是有人就说了，那为什么那么多贪官，还有那么多开发商，还有那么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把钱转到国外去了？这个不一样，因为他债权人在国内，或者他的苦主在国内，他们在海外没有那么大的能量，神通广大，所以对这些贪官或者是上市公司大股东，或者是房地产的老板，他把钱转到美国，转到瑞士，你拿他没辙。问题是恒大得罪的是海外的债权人啊，美元债啊，他往哪儿躲呢？这里面不得不提一下那个恒大的总裁夏海军，这个恐怕日子也不好过啊，能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老板现在在蹬缝纫机，前期面临着这巨额的债务，对吧？要把这些财产追回，所以说忙忙碌碌一辈子，到底为啥？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当然不管怎么说，徐老板那曾经还是中国的首富，那也是登过高处上过城楼的，也给自己搞了个碑叫流芳百世，到底值不值？这个各有各的看法。今天啊，胡润财行这个叫财富榜发布报告，他公布了2024年，对吧？中国的富裕家庭、高净值家庭、超高净值家庭的变化。这个胡润财富报告，它到底可信度有多少，准确度多少，咱先不说，我们只是拿它做参考。根据这个2024胡润财富报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财富梯队，第一梯队北京、上海、香港，第二梯队深圳、广州、杭州，第三梯队宁波、佛山、天津。以这个600万资产的富豪富裕家庭数量，北京是72.8万，它这是单位是户，比这个2023年减少1900。上海是62.4万，比去年减少1700。香港是52.39万，比2023年是减少1100户。这个第一梯队为什么叫第一梯队？因为它跟第二梯队就是叫断崖式下跌。北京600万资产富裕家庭将近73万户，到了第4名深圳，它的600万资产的富豪啊，富裕家庭只有17.5万户，减少了2000。广州呢是16.6万户，减少了2400。杭州是13万户，减少了900。第一梯队的北京、上海、香港那都是50万户以上，到了第二梯队深圳、广州、杭州就变成10几万户。你看这就是断崖式。所以什么叫头部城市啊？什么叫一线城市啊？这一下大家就明白了。这是600万以上的，那么1000万以上的高净值家庭已经是29.6万户，减少了
了2500户，上海是26.3万户，减少了1900户，香港是20.8万户，减少了1500户。下面第二梯队就是深圳、广州、杭州，那又是断崖式下跌。深圳只有7.7万户，广州是7.1万户，杭州是5.2万户。跟去年相比，无论是600万富裕家庭，还是1000万高净值家庭，北京、上海、香港，它减少的比率都比广州、深圳减少的少。也就是广州、深圳这种600万和1000万以上家庭数量下降，还是比北京、上海大。那说明什么呢？就说明经济形势不好。珠三角影响更大。那珠三角影响比较大的恐怕就是房地产，尤其是佛山。一个特征就是，无论是北京、上海、深圳，还是香港，还是杭州，任何一个城市，它600万和1000万资产的家庭都在减少，没有说在增加的。这说明什么情况？这恰恰说明这经济形势不好。首先是房地产价格在跌，你北京1000万资产，那不就是一套房子吗？你只要在北京有一套房，按揭贷款还完了，你应该就是600万富裕家庭。如果你的房子位置好一点，对吧，在4环以里或者3环以里，那恐怕你大概是叫1000万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我这说的是你按揭贷款还完了，如果你还有20多年没还，那恐怕你是负资产。所以说1000万资产还有600万的富裕家庭数量在下降，最直接的原因恐怕就是房价下跌导致的。因为中国老百姓60%以上的财产，或者70%的财产就在房子上面。我们再看，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这个财富报告，浙江是21.3万户家庭资产超1000万元，就是整个浙江省一共是21万超1000万元资产的家庭。杭州是5万多，宁波呢4.1万，比杭州少1万，资产超1000万的。到杭州，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一直说它是叫过气网红城市杭州。最近由于杭州六小龙，突然莫名其妙就火了，给人感觉这个过气网红城市一下又火起来了，又成了当红炸子鸡。一直说这个有待于观察，六小龙是真龙还是什么龙，也要再观察。但是这些杭州这些炒房的，还在做梦指望着买房子发财的，这些人可顾不了这些，见风就是雨，开始吹上了。目的就是想把房子忽悠出去，想让你去接盘，高位接盘，但目的就是想炒房子。这些人是叫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今天居然还有一个热搜叫杭州房价要开始涨了吗？你看看，配合这个六小龙，配合杭州的炒房的开始炒开了。他们是一个有组织的，一个系统性的，对吧？通过把部分区域的核心地块开始溢价摘牌，来炒作土地市场非常火爆的一个假象，以点带面，以偏概全。这个地块又离这个什么宇树科技那个机器人公司仅500米，或者离那个 DeepSeek 仅1公里，开始炒作，还想走炒房的这个老路，制造焦虑。这个钱江晚报今天他看那篇文章叫六小龙集结，杭州房价要开始涨了吗？从 DeepSeek 到机器人丢手绢，杭州迎来了 G20 峰会，亚运会后的第3次高光时刻，背后就是大热的六小龙助力。而上周六小龙之一的群和科技正式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将成为六小龙中首个 IPO 的公司。官方也是动作频频，比如2月17日，中央时隔6年再度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而六小龙中的其中2个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凤均出席。他说，于是有人觉得六小龙集结的杭州朝气蓬勃，那么房价上涨也是势在必行。他说，真的是这样吗？这是钱江晚报说的。他说，这里我不得不给大家泼一瓢冷水了。他说，六小龙的起势确实很猛，尤其是接下去在资本和政策的双重加持下，这些初创企业将迎来爆发式的发展。我们来看看这个钱江晚报泼的是一盆什么样的凉水，大家看视频。六小龙的造富梦只是小部分人而已。从 DeepSeek 到机器人赚手绢，杭州迎来了 G20 峰会、亚运会之后的第3次高光时刻，背后就是大热的六小龙助力。上周呢，六小龙之一的群和科技正式向港交所提交了上市申请，将成为六小龙中的首个 IPO 公司。官方也是动作频频，比如2月17日，中央时隔6年再度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而六小龙中的其中2个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也是到场出席。会议后通稿提到了8个字：大显身手，正当其时，也是一种全新的信号。于是很多人觉得六小龙集结的杭州朝气蓬勃，那么房价上涨也是势在必行了。那么真的是这样吗？六小龙的起势确实很猛，尤其是接下来在资本和政策的双重加持下，这些初创企业将迎来爆发式的发展。
比如 DeepSeek 最高的估值已经达到了1500亿美金，而六小龙的背后意味着杭州将迎来一大批的高净值人群。比如阿里巴巴在2014年美国上市的时候，就诞生了1万多名千万富豪。但可以说未来科技城的房价是这1万多千万富豪托起来的呢？显然并不准确。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确实为当地的楼市提供了有效的支持，但更需要整个产业的发展以及区域的升级。六小龙的组合确实很强大，或许可以媲美阿里巴巴的巅峰造富能力，但6个企业均分布于不同的区域，因此对区域楼市的影响也将会被削弱。另外，六小龙对杭州楼市的提振作用大概率还是在高端改善升级，因此即便六小龙可以重复当年阿里的造富神话，如今的楼市大环境也是今非昔比了。六小龙能够提供的也就是多一份自住房的购买力。当房子居住性排在第一位而非投资时，我们所期待的房价大涨也只是一个梦幻。这个钱江晚报说的很有道理，这个阿里巴巴一上市，造就了多少个千万富翁，这些人对杭州的楼市起到了极大的支撑作用，这是信心上的支撑。阿里巴巴叫批量造富，跟那个造皮鞋的、卖矿泉水的不可同日而语。造皮鞋的、卖矿泉水的，这是传统行业，只能富了老板，他只能让老板变成首富，员工沾不到什么光，对吧？这种大面积批量制造中产，只有阿里这样的企业。正因为阿里这样的平台经济，这种它标杆企业，所以它带动了一大批互联网企业、移动互联网企业，它是整个的一个产业链，所以阿里它是领头羊。所以我一直说，没有阿里，失去了阿里，杭州就没有了灵魂，对吧？没有了阿里，那杭州跟济南、跟合肥有什么区别呢？甚至比不上合肥，这一直是我的观点。现在阿里怎么样？如果阿里继续好的话，他就不会炒六小龙概念。正因为阿里现在成了过气网红，所以杭州也就成了过气网红城市，所以在炒六小龙。问题是六小龙能担当重任吗？能扛起这副重担吗？这个视频也说得很清楚了，他有可能会造出几个富豪出来，但是有什么用 ？DeepSeek 一共才160人。其他的公司恐怕也很小，能管什么用？它不能批量的制造富翁。你有一个企业能够批量制造中产，那就说明你这个城市对房地产的承接能力非常强。他们年薪都是100万、200万、300万，有的年薪1000万的，这样的人是批量出现。那你说杭州的房子的万都要炒到多高？你现在10万，未来20万都有人接盘的人就在这里面。你20万1平米，他买得起，买个100平才2000万，对他来说无非就是几年的工资。所以你看这个房价上涨就有了想象力，所以就有人大胆的往里买，反正后面有人接盘。问题是现在你敢肯定后面有人接盘吗？谁接啊？所以说啊，这个时候冲到杭州去炒房的有一个算一个，2年之内必将后悔，裤子都没得穿，等待他的就是破产，甚至是跳楼。这些炒房在杭州制造焦虑，房价还要涨，唯恐世界不乱，把这个经济发展还寄托在房地产上面，把个人的财富，对吧，还想寄托在炒房子上面，买一套房子3-5年之后翻倍，然后实现财务自由，这个叫千秋大梦，真正的叫做梦。现在有人拿杭州跟深圳比较，你看这个杭州这城市很有意思啊，它以前是跟广州比较，这个咱们一线城市叫北上深广，刚开始叫北上广深，后来叫北上深广，有人就把杭州跟广州比较，认为广州应该下来叫北上深杭，而现在取代广州已经不行了，要取代深圳。很多人把杭州跟深圳比较，为什么杭州有这么大的成就，有这么什么六小龙，深圳有啥？深圳错过了，深圳打了个盹儿就被杭州超越了。深圳本来就是一个工业立市的城市，最近10年被房地产如炒房改变了方向，对吧？连华为都抱怨深圳的地价高，有人这么说。但是在我看来，深圳确实炒房，这几年炒房导致它受到了影响。但是你要说杭州超越了深圳，这个叫危言耸听，无非就是拉一个人踩一个人，说这个城市好，说那个城市不好，无非就是要树一个人，对吧？准备要批判另外一个人。杭州比深圳那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所以说那些还企图跑到杭州去炒房的，还是要醒醒。最近网上在流传，这是流传说2025年2月19号，也就是10多天前，山东聊城一女子抱着2岁的女儿
跳入二干渠，140余人连夜搜索，至今无果。说据知情者说该女子丈夫失业后，全家断了收入，房贷断供，催收电话轰炸，夫妻争吵，最终这位母亲将孩子绑在身上，走向冰冷的河水。关键这还不是孤立，山东滨州一名40岁女性因断供后房子卖不掉，点燃天然气坠楼身亡。你看看，这都是网上传的。房子成了中国家庭最大的生活支出。有人算过账，贷款100万买房，利息竟比本金还高。房价暴跌后，法拍只能抵债60万，倒欠银行40万还要还。这不是买房，这是签了卖身契。对这个，我想大家会算账的，买过房子都知道。你是如果贷款30年，那你这30年还的利息，那跟本金是一样的。你要贷款100万，你还利息也得还100万，本金还100万，差不多吧？那有人就质问，为什么非要买房呢？不是说这人喜欢房子，现实太残酷，对吧？不买房，孩子上不了学；不买房，对吧？结婚就叫窝囊废；不买房，连亲戚聚会都抬不起头。如果说传言中的这些女性选择走绝路，这恐怕跟他们的收入低或者层次低有关系。那么应该是2024年6月份，头部券商呢，中金公司的一位女员工在上海，那人家的简历，那一路的履历令人羡慕啊！本来也是白领甚至金领，也是因为降薪就从楼上跳下来，都跟房子有关系。希望这些炒房的人，那些情绪高涨，到处借钱贷款去搏一把的，梦想着发财的人，还要多看一看这些案例。最近摩根士丹利又发布他的研报啊，对咱们的房地产他又有了新的看法。摩根士丹利认为咱们目前的房地产成交量就是稳住了，到位了，但是房价还没有到位，这就是大摩的观点。就是目前你看各个地方交易量已经有所恢复，比2024年7、8月份是不是恢复了很多？那正好那个时候已经进入冰冻期，各个地方都没有成交。现在相比较而言，成交恢复了不少，但是房价还没有跌到位。那有人就说了，那我买了房子我出租，实际上租房市场也没那么容易。今天这澎湃新闻他还发了一个报道，叫房东感慨房子靠自己难出租，说当下随着越来越多存量房涌入市场，受供需错配与市场波动影响，房东们的求稳心态凸显。近期人民阅读发布的2025房东年度期待10大热词显示，调研称87%的房东出租首要求稳，省心安全紧随其后。在接采中，有房东表示说控制期长，租金波动成出租的痛点，同时出租过程中的房源损耗也给房东造成不小的困扰。与此同时，面对租客对房屋品质与配套高要求，老旧房源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凸显，因此超70%房东倾向选择专业长租机构托管服务，以专业化运营对冲市场不确定性，实现租金与资产的双重保障。这个我可太有发言权了。说到租房子，这个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我在北京有一套房，位置还是不错的，是个区域中心，也就是说你不愁着租不掉。但是这样的一套房子现在也出了问题。我是2020年把这房子租给了建行下面的叫建信租赁。建行不是成立了房屋银行吗？他就在市面上到处收这种房子，把它一布置一装修之后，他就开始出租，建行做二房东。我就把我的房子就委托给建行了。你看这个澎湃新闻也介绍嘛，这个房东倾向于把这个房子给长租机构托管，我就是托管。我跟建行签了个5年的合同，他每年付一次房租，他1年一付打到你账户上。到了第5年，他那房子就租不出去了。我看他这个状态，他经常本来是3个房间，他租给3个租客，他就经常只能租2个租客，还有一个就租不掉。那个位置非常好的，结果建行提前4个月解约，因为我们签的合同是5年的，他大概4年8个月，他的房子就空了，他也不打算在那儿继续经营了。建行要退出那一块，他搞不下去了。当然他也不打算要我退他那个什么，因为还没到期，他也没说让我去给他退钱，他一付是付1年的。我租给建行好像是6700一个月，建行退出之后，我把这房子再交给一个长租机构，那个长租机构给我的价格多少？4700。完了他还好多要求，你看降价降得多狠。后来我找了另外一家机构，人家接手，他给的价格就是5000块。你想从6700直接降到5000，这说明什么呢？这个租金是大幅下降，不由得你不降。那这个市场行情就这样，对吧？我问了很多中介，这是北京呐，而且这是比较繁华的地方，租金下了将近1/3，这说明经济好还是不好？大家想一想，就这样，你说房子它还会涨价，往哪儿涨？如果房租在涨，你说房价会涨，这个说得过去。有很多人可能买房投资，不行我就租。你现在房租跌得这么厉害，第一个说明经济的活力比较差，租房的
人少了，很多人都离开北京，因为他赚不到钱，没有就业，不知道去哪儿了。第二个，有就业的，他收入在下降啊，工资在降，下个月工作在哪儿还不知道，所以他本能要求租便宜的，远一点，条件差一点。总之，人家是租便宜的，你逼着你的租金不降都不行。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房价还能涨，大家收入都在下降。所以我的感受，我对经济的感受，这是切身的体会。你说好了还是差了？还有人要炒房，这不是做梦是什么呢？我那房子10年前那租金就是5000，现在已经回到了10年前。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